深圳警方咧最近頻頻接到啲靚女投訴，就話係當地嘅地鐵嗰度咧遇到色狼啊！呢條友咧專門拍人哋裙底春光。呢條友仔即係捉到啊，結果捉到啦。即係我覺得，既然今晚啲大米講開，罰佢生食5噸毒大米啱。日，深圳公安福田公交派出所接到群眾舉報，話喺深圳地鐵蛇口線雁南站，有一名男子經常用手機伸入女性裙底偷拍。這個呢是受害人，後面呢就是犯罪嫌疑人。我們現在看一下他手，對，他手伸向別人裙底。再看，他一會兒會低頭去核實他自己的動作。福田公交派出所嘅便衣民警喺轄區嘅雁南站進行伏擊守候，阿 Sir 好快就發現咗呢名西裝友，並對佢嘅作案過程進行咗暗拍取證。這是女施主，這個呢就是犯罪嫌疑人。他已經是尋找到目標，現在跟上了。現在注意，他的手機是處於一種視頻開機狀態，也就是他完整的在進行拍攝錄像，然後掩護動作，現在伸到裙底。他在看周圍有沒有人，又伸一下，核對自己的位置。他結束這一段拍攝。民警隨即展開咗抓捕行動。喺現場繳獲嘅嫌疑人手機中，民警發現咗3段當日偷拍嘅女性裙底視頻，其中一段視頻連皮膚細節都清晰可見。經審訊，犯罪嫌疑人交代自己係一名地產中介，從2011年起開始使用手機喺地鐵站對女性裙底進行偷拍。你有沒有女朋友啊？我結婚了。結婚，那你為什麼還會選擇嚟拍這個東西呢？因為可能之前有在網上看到過類似的這種視頻，然後就覺得刺激一點，就自己拍這樣子。嫌疑人蔡某仲交代，佢嘅作案地點主要係地鐵嘅扶手電梯。目前案件仲在進一步調查當中。